来看卫福部即马已经有条件来通过2间加热粉业者拢总14项产品的审查，这互反对粉品的团体是真批评，讲这根本就是牺牲咱台湾人的健康。因嘛来质疑这卫福部是徛伫业者迄边，因那国检署是回应讲，这全部拢是依法处理，未来也会严格审查。 审查2档的加热粉健康风险评估报告对外公布结果，国检署伫29公布有2间国外的加热粉业者拢总14项的产品，伫未来有条件会当合法进入台湾市场就市来卖。不过通过加热粉这个代志引起民团不满，烦恼讲加热粉同款的危害健康，对青少年造成不好的影响。加热烟的烟雾中有29种有毒的化学物质，是传统纸烟的2到10倍。 那当然，加热烟它没有传统纸烟浓厚的烟臭味，但是它就是会上瘾。民团批评政府推动健康台湾的政策，所有条件通过加热粉，也质疑国检署伫7月初十才对外表示，敢若剩8件的产品在审查，结果短短半个月却通过14件的产品，而且拢是来自美国、日本2大跨国的分商。民团也质疑讲政府讲话反起反倒，有独立抽象的嫌疑。 卫福部可以违反台湾的烟害防治法本身的母法，然后护航2大跨国烟草公司的加味加热烟违法上市。如果是图利的话，我就被抓去关了啊。用猜测性的问题我觉得不大好啦。尊重民团的倡议，但是人都有道德的体现。行政机关、行政人员最重要的就是要依法行政。 所以呢，有什么样的证据，我们做到什么样的程序。对此，国检署是强调，这14项的加热粉产品是伫2023年6月底的陆续上线，审查2年半的时间，规定拢是照专业的标准在办理，绝对不是独立，也无乌手作业。目前敢若到有条件通过阶段，也袂当就市。后续阁有制作、包装才会审查，爱通过上尾的审查才会当卖。记者陈亚轩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